94% 的员工都说可以远距办公，让我的绩效可以帮助公司的营收跟绩效的提升。员工不在公司，企业远距沟通需求增加。全球呢，目前有超过3亿人在家远距上班。COVID-19 是一个对每一个公司的远距办公能力的一个考验。戴尔比较幸运，就是说我们在2009年就开始在全世界实施一个计划，我们把它称为叫 Connected Workplace， 就是互联办公室计划。我们赋予我们的员工可以远距办公的能力。那我们目前全世界有12万个员工，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他们可以正常的跟以前一样的上班。好的笔电。第2，交付装置的简便化。第3，管理的方式。第4个 ，IT 是不是足够可以提供正确的 data 跟网络频宽跟治安管理，让所有人可以按照这个公司的规定的方式可以工作，而且生产力可以提升，也可以发挥创意。我们所谓的 CFI 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项因为其实戴尔我们从成立公司以来，其实我们就是打造说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的一个设备很多的 user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去购买他想要用的 PC 或是 notebook， 所有东西整合到我们工厂端，他只需要给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 image， 我们就可以在工厂端帮他去把它所有都是安装完。对企业来看的话，管理人员当然他希望说在最大的程度上面去管控他的治安嘛。透过我们有一个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叫做 Workspace One。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头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让客户所谓的个人的设定档，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公司的账号，可以直接去做所谓的远端派送。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我可以允许在这一台机器或者是这台手机当中安装的时候，我是先经过我的检查跟认证。它是安全的，没有去譬如说病毒感染或者是做了一些所谓的破解这些东西，保证说我的 application 这所谓的应用程式安装在上面的时候是安全的。第3个，我可以再去把我公司assign 给他，就是指派给他合理的这一些的软体，我们可以从远端的方式派送给他。所以说从这个使用的当中，他们就可以更加的能够掌控。企业为了因应远距工作的新形态，如何让员工在办公环境中降低不便与差异，是企业的一大挑战。戴尔科技集团拥有多年的远程办公经验，同时呢，具有业界领先的远距办公需求最佳方案，解决企业难题。